也做平安。这时咱礼拜的时间已经到，请准备心来敬拜，请作乐。恁着学罗耶华伫正直人的会中、甲公会中，我要专心感谢耶华。耶华的所做真大，见若欢喜伊所做的，拢要查过伊。伊所行的是尊贵威严，伊的义永永伫地。敬拜学罗，请敬拜团。咱搁一遍，这疫情的关系哦，阮敬拜团搁一遍来甲咱的礼拜堂中间，甲大家来敬拜有乐主。吼，我想疫情无法度来阻挡咱的亲近主，吼，咱我喙炎嘛无法度来阻挡咱的敬拜咱的上帝。吼，因为这一切拢是主的恩典。咱来咱的边仔讲，这一切拢是主的恩典。好 ，OK。好，咱做伙站起来，好，咱来用心来敬拜咱的主。我唱哈利路亚，主属我命。我唱哈利路亚，主甲我人行。哈利路。哈利路
来听到咱的主，感谢，来请坐。耶稣听我，听你心肝，唔敢放我这孤单。喜乐人生，耶稣来做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爱引起落浮定定，予我心痛痛。风影这呢大，谁是这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我，要往倒位行？总听到耶稣的声，你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你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唔通放我这孤单。喜乐人生，耶稣来作伴，你是永远的靠岸。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靠岸。往倒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你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你行。耶稣听我，听你心肝，唔通放我这孤单。喜乐人生，耶稣来作伴，你是永远的靠岸。咱三个来祈祷，天顶的爸，各位主。咱有时若亲像玛利亚同款，因为家己所拄着痛苦甲悲伤，因为耶稣已经定在了十字架顶，伊的心若像互刀来刺痛，却毋知耶稣已经过活，正做咱的弥赛亚。恳求圣神时常会提醒咱，上帝有手术过活的气力，会使帮助咱。安慰咱的痛苦甲悲伤，会使互咱能坦然面对人生各项的风景，即便死阴山谷的患难，也袂落入绝望的处境。虽然人生真歹暗算，但是主你掌管一切，并为我安排了美好的道路。我愿意在得救中喜乐活着每一日。会使在众人中分享耶稣的疼甲荣耀。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过来一遍。若是我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啥时才会停线？想要
将听到耶稣的声，你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愿，毋通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你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你心愿，毋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耶稣听我，听你心愿，毋通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阿门。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阿门。三甲吟诗来阿罗上帝，圣诗第713首，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为将请记日念全首。
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一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留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三角来启应。启文第25篇，闪士亚阿摩西书第5章。我来启，请会众来应。恁着坐招，毛生甲参生迄位。叫海水来摒伫地上，伊互强猛的人忽然迷茫。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因为恁欺压善巧人，恁用雕毒的石头起厝，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恁欺负人受破落，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会静静无讲话。要追求良善，毋通追求邪恶，走活路。要怨恨邪恶，意爱良善，审判的时主持公道。上主讲，我严恶，搁看轻恁的责期。虽然恁献烧化者甲素者互我，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者，恁唱歌的声就离开我。总是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三角同心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是掌管阮生命中所发生一切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能的上帝。上帝是阮的避难所，也是阮的倚靠，阮的拯救，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感谢你圣灵的陪伴、管顾甲保守，无论阮伫倒落，你拢甲阮同在，特别是国际新冠肺炎爆发的时，互台湾疫情会当得到好的控制。你保守扶持阮，互阮无得惊吓。你的恩典教也愿用，也当互阮安然来经过。求你叫阮脱离凶恶，享受你的平安，伫即块土地，互阮免得受到病毒的危害。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情腹骨孤单。阮着爱学习，甲一切拢交托互主，求主收拾阮，
无论啥物境遇，阮拢有一个欢喜的心。阮特别为阮身体欠安拄到病痛兄弟来祈祷，求圣灵来安慰因、帮助因、来扶持因、坚固因，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的病痛，来得到医治。今仔是主的圣日，无论我伫倒落，拢爱甲这个时间来分别做圣，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阮将今仔日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传道来讨放你阮爱知的信息。当我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之名的求，阿门。再来看上帝的话，记载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第2章21到39节。和合本圣经是第78页，台语和日本圣经是第66页，显着我来读。21节，到第8日，甲婴仔行割礼的期，就互伊的名叫耶稣，就是伊未投胎的时，天使所赐的。照摩西的律例，因清期的日已经满，就抱婴仔上耶路撒冷要献互主。照主的律例所记载讲，见若头上的查甫要称作圣归伫主，也要献祭，照主的律例所讲，用一对的加水，也是2只饲仔囝。倒当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伊阁敬神，平时希望迄个安慰以色列个圣神点伫伊捌得到圣神指示，在伊还未死，要大神看见主的基督。伊互圣神感动，就入殿。伫遐耶稣的父母互婴仔入来，要互伊照律法的律例来行。迄时，西面用手指婴仔，阿老上帝讲：“主啊，当照你的话在讨放，你的奴仆安然过世，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所备办伫万变性的面前的。做光来照外邦，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第33节，你的父母、你的爸甲你的母，在奇怪所论婴仔的话，西面甲因讲，搁对伊的老母玛利亚讲，这个婴仔受设立，要互以色列中一个人跋倒，一个人起来，也做受辩驳的记号，搁你家己的心也要有剑插透过，互一个人心内的念头会落足，搁有亚瑟的支派发现伊的查某囝阿拿，伊是做先知，年岁已经老，对在世女的时，嫁互翁婿7年久，就守寡84年，拢无离开殿。禁食祈祷，每日服侍。拄迄时，伊进前请谢上帝，对见若希望耶路撒冷得到赎回的人，讲起这个婴仔的事。第39节，因照主的律法，行逐项代志明白，倒去加利利到本城拿撒勒。以上圣经。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正道，咱请张正义传道来正道。伊今仔题目是预言弥赛亚将要做的事，请传道。漏掉，迄个俄罗开始。俄罗，请信歌队。今仔的俄罗的诗歌是哈利路亚，俄罗我的主。
将传道的正道，伊今仔正道的题目是预言弥赛亚将要做的事。所有在场的兄弟姊妹，甲线顶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拄则吼，实在真歹势，是我的问题哦。我已经真习惯听到圣经要读了的时阵，我就要开始讲道啊吼。歹势，好。兄弟姊妹，今仔日要开始分享上帝话语的时阵，我伫遮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咱拢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为着所有的人献上伊的性命，流出伊的宝血，钉死在十字架顶，为着咱，伊献上即个永远的赎罪的祭。我要请问的是，我要邀请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伊有资格来做这项代志？为什么耶稣这个人伊会当为着咱来失去伊的性命来献祭？伊有啥物资格？是咱拢知影，伊是上帝独生囝。伊就是迄位救主弥赛亚，无毋对，咱拢知影。但是耶稣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这个特别的所在，互伊有资格为着咱来献祭。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请大家思考。那假使讲今仔日有另外一个人，伊嘛足有疼心的，伊嘛足想要为着大家来赎罪，伊就开始讲：是我愿意失去我的性命，我愿意为着恁来流出我的血，我愿意死为着恁来赎罪。这个人敢有资格来献祭？无资格，伊无资格。为什么？除了伊毋是三一神的圣囝以外，为什么？另外一个人，伊无资格来做这项代志。兄弟姊妹，咱来想看卖，若是有一天，你甲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对你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看做真要紧的一个人。恁两个人伫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上帝对你讲，你有罪，你爱付出这个罪的代价就是死。但是你身躯边这个人，伊因为疼，伊就甲上帝讲：上帝，莫，毋当安尼，我替伊来死，你互我死，互伊搁活落去。请问一下，敢会使安尼？袂当安尼，为什么？上帝对你讲，你家己就有你家己的罪爱处理啊！你凭什么为着另外一个人来赎罪？所以才安尼讲，这个世上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做这项代志，就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唯一一个无犯罪的人，伊才有资格替别人来赎罪。若是你有同意，咱就要知影，耶稣这个人是完全圣洁、完全无犯罪的一个人。这个完全无犯罪的耶稣基督，伊替咱钉死在十字架顶，献上这个永远的赎罪的祭。因为这个救恩，咱得到一个真特别的恩典，就是自耶稣完成伊的救赎以后，咱所有的人拢唔免受到律法的捆绑。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受到律法的捆绑。咱会当得到救，唔是咱的行为真完美，唔是因为真努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唔是
是因为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伊的心，甲伊的竞选，咱会当投放咱的罪，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成做一个蒙恩的罪人。可能你会想讲，若是安尼讲起来，是毋是对耶稣来讲，律法已经无重要啊？因为咱得到救，毋是通过遵行律法，是因为通过伊的救恩。那安尼讲起来，律法是毋是已经无存在的意义？敢是安尼？咱来看耶稣基督，伊家己安怎讲？马太福音第5章第17节，耶稣讲，你听清楚，耶稣讲，唔通想讲，我来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也是先知的教训。我来唔是要废除，是要实现。我实在甲恁讲，天甲地会消失，律法的一点一画绝对袂消失，拢会实现。兄弟姊妹，你听好清楚，一个头帮律法捆绑的一个救主，伊清脆甲咱讲：我来毋是要废除律法，是要成全，是要实现律法。通过我的救恩，通过我的救恩，人才会当，才有可能实现律法。所以，无论什么人犯着才会改明上帝一条，搁教人安尼去犯，伫天国伊算做是上帝。无论什么人家己遵守，嘛教人遵守，伫天国即个人算做是上大的。我甲恁讲，恁若无比经下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搁较重视上帝的旨意，绝对袂当入天国。兄弟姊妹，咱来想一下，耶稣基督伊伫即个世上的时阵，伊常常做一项代志，就是伊常常甲遮个法利赛派的人咧辩论啥物？耶稣的意思是讲，顶遮的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的人，恁遵趁的即个律法，袂当帮助你得到救。套一句现在年轻人的用语，耶稣常常打脸这些法利赛派的人，常常打脸这些律法主义者。一个常常在辩论，一个常常在讲律法袂当得到救的一个救主，伊竟然清脆讲，恁的义若是无比遮法利赛派的人搁较重视，恁袂当入去天国。一个常常打脸法利赛派的人，救主，他竟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义如果没有比这些律法主义者更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天国。你敢会当想象上帝的意思是啥物？伊到底在讲啥哈？一方面伊反对，一方面伊搁爱咱去遵趁伊的律法，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咱要安怎做，才会当来合伊的心意？兄弟姊妹，咱来思考第二个问题：新约时代的信徒就是咱。要安怎来遵趁上帝的律法？咱拢知影，咱已经不再受到律法的捆绑，因为咱得到救是因为什么？咱得到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对信得到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咱得到救是因为上帝的拣选甲伊的恩典。第二个代志是因为咱通过咱自由的意志。对上帝讲，耶稣，你是我的弥赛亚救赎主。这两项代志，互咱得到救。但是耶稣讲，袂当废除律法甲先知的教示呢？咱要安怎做？
新约时代的圣徒要安怎来遵守律法？咱拢知影，上大的诫命的第一条，你着全心全情全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上大搁第一的诫命。第二个嘛相款，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兄弟姊妹，你要注意，上大的诫命的第一条，伊所以放在第一条啊，是有伊的原因的哦。就是除了这项代志，无别项代志，凭这项代志更较重要。这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这是什么意思？若是有一个人，伊全心全意听上帝，伊全心全意听耶稣，我会使甲你讲，这个人唔免伊身躯边的人甲提醒讲，你爱出去聚会哦，你爱去做礼拜哦，唔免别人甲伊讲。伊家己足自然会去做这项代志，而且伊做甲足快乐。若是有一个人，伊真正听耶稣，唔免别人甲伊讲，你袂使去偷摕物件哦，你袂使去贪财哦、贪污哦，唔免别人对伊讲。所以啊，耶稣讲的这上大的诫命，真重要的意义、真要紧的意义，就是甲咱讲听主。也是你甲上帝迄个真亲密的关系，会讲帮助咱足自然去遵探上帝的律法。若是安尼讲起来，遵探律法不再是一个让咱感觉就不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约束我们的行为。咱会足自然会感觉讲，我就是要学习耶稣的一个模样。所以，兄弟姊妹啊，遵探律法的秘诀就是甘心乐意。遵探守上帝律法的秘诀就是守得甘心乐意，并不是让我们觉得说我要努力的不犯罪，而是因为对上帝的爱，我自然而然觉得我不该犯罪。所以我常常讲。我常常甲大家分享，咱好的行为是信心，是咱对上帝信心的一个记号。若是一个人对上帝有信心，伊自然会活出好的行为。兄弟姊妹，为什么伫开始的时阵，我用遮侪时间来分享这个概念？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的开始。路加福音第2章的21节开始，出世的第8日，将婴仔甲你的立教，伊就予伊号名叫做耶稣。这个名是玛利亚由未怀孕的时天使甲伊号的。照摩西的律法，结前日的过了，约瑟甲玛利亚抱婴仔去耶路撒冷。要将伊献给主，照主的律法记载，头一胎的查甫囝，拢着性别归给主。搁照主的律法规定，着献一对斑鴿，也是2只混鸟囝做心礼。兄弟姊妹，你有看到这项代志无？咱的耶稣基督，伊是三一神当中的圣囝。讲较白。耶稣就是神。那准讲耶稣就是神，所有的律法就是耶稣家己定的。一个神来遵探家己所定的律法，伊无因为伊是神，就讲我唔免遵守，因为这个律法是我定出来的，我讲的才我说了才算。伊无安尼讲，伊照着律法。一条一条，什么时阵要应该做什么代志，伊拢遵探。上帝，咱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伊要安那做？我要甲大家分享，耶稣基督在这个时阵，耶稣在这个时候，虽然他才8天大，他跟世人宣告：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我来不是要毁掉律法。
这个时边，伊看到，在这个时，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做西边。这个人啊，伊阁敬虔，伊一直咧期待以色列的复兴，信心有甲伊同在，伊得到信心的启示，知影伊死的进程一定会看到主所应允的基督。有一个人啊，伊非常的敬虔，信心甲伊同在，信心嘛伊启示，启示讲，你啊，是免你吼。你离开这个世间的进程，你会见证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来到你的面前。这个人啊，在这个时，就是约瑟甲玛利亚将婴仔带去耶路撒冷的时，伊受到信心的感动，入去圣殿。在迄时啊，耶稣的父母抱婴仔，抱婴仔。耶稣人来，你来，要照律法的惯例，甲伊举行仪式。时边看到婴仔，伊就甲伊抱起来，称赞上帝讲：主啊，打照你的话，打照你的话，互你的奴仆平平安安离开世间。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伊来讲啊，伊这一世人。上要紧、上重要的代志，已经发生伫伊的面前啊！伊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弥赛亚到伊的面前啊！伊知影上帝所讲的是真正的，毋是乱讲的，毋是你添着，因为这个弥赛亚已经到伊的面前。所以对伊来讲，讲较白，对伊来讲，伊会当离开这个世间啊！他死而无憾了，他就算在当下就停止了呼吸心跳，他可以含笑而终。因为我已经亲目看到你的拯救，就是你伫万民面前所准备的，以做启示外邦人的光，做你的子民以色列的阳光。伊讲人这的代志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咱来详细来看。这个救恩啊，伊讲这个救恩是你伫万民的面前所准备的。这个救恩，这个拯救，亲像一拍明灯，照光外邦人。兄弟姊妹，为什么伊会强调讲要照光外邦人？咱来思想一下啊，伫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进程，救恩这项代志是以色列人的特权。除了因以外，无人会有资格得到救恩。但是啊，西边这个预言当中，伊所讲的照光外邦人，伊的意思就是讲，自耶稣基督开始，这个救恩会当拯救所有外邦的人。从今开始，这个救恩可以临到所有以色列人以外的人。弟兄姐妹，这对你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我本来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东亚的亚洲人。那卡苏讲，这个拯救袂当照光外邦人，你甲我拢无机会坐伫遮来敬拜咱的上主，这是真重要的一项代志。这个时边，伊继续讲，伊搁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这个婴仔受选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跋倒，真侪人爬起来，搁真侪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心内意念显露。你本身的心嘛会互历剑插透过。伊讲的这段话，每一句拢足重要的。头一句伊讲是要叫以色列中足侪人跋倒，足侪人兴起。这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当耶稣基督来的时阵，伊所讲的道，
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就是伊甲遮的法利赛派的人，遮律法主义的人讲，恁无可能通过恁的好行为得到救赎，无可能。而且恁无可能因为恁的祖先是亚伯拉罕，恁就得到救，无可能。所以啊，这个时阵，以色列人因跋倒啊。但是因为上帝的应允，上帝有一天会倒转去拯救这以色列人。第二个，以色列中有一群人因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人会兴起；另外一群人啊，因会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人会跋倒。所以这个时阵开始，以色列要开始分裂。而且，伊阁真做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心内意念落陷。这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你注意来看吼，这个受攻击的记号，伊的原文的当中的意思是受诽谤的记号，受诽谤的记号。兄弟姊妹，若是咱讲起耶稣是受诽谤的记号，你会想到什么代志？是毋是耶稣伊要定十字架的时阵，伊是受人的诽谤，因为伊无犯罪，但是人就是要甲伊处死，所以人用诽谤的方式甲伊处死。但是兄弟姊妹，咱会知影，咱的主耶稣伊定十字架以后，伊完成救赎的以后，十字架甲伊受死的这项代志，变作是一个救恩的记号。这个救恩的记号，有一天啊，主会显现，就是主会过来的时阵，主耶稣啊会成做一个审判的记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审判的记号。弟兄姐妹，非常非常让世人感到惭愧的是，当初人是用毁谤的方式处死耶稣，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是用真理来审判那些处死他的人。主耶稣为这个时阵开始，伊宣告一项代志，就是有一天伊会来审判遐个无接受伊的福音的人。上后一句话，你本身的心嘛系学来剑插头过，你本身的心也会被利剑来刺透。兄弟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咱来详细看这段话所讲的人是什么人？受话者是谁？西面在对谁说？是不是玛利亚？所以讲，伊是对玛利亚讲。你的心啊，会互刀剑来插头过，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咱来想看卖哦。当耶稣伫咧行迄个受难的迄条路的时阵，互人凌辱，互人用鞭甲拍，钉死伫十字架顶。咱会讲主啊，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主啊，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但是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伤心。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就是玛利亚。玛利亚真做耶稣的老母。耶稣伫伊的面头前，互人安尼拍，互人安尼凌辱。这段话是电影《受难记》它的一个表达。玛利亚对着耶稣说：“我儿，你要选择何时何地，如何离开这个苦难。”在座的，若是你是做老母的人，你想看卖？若是你是玛利亚，你的心是不是会不会像是被一支刀刺过去一样那样痛？咱常常感谢耶稣所做，但是拢
咱有可能会袂记哩一项代志，就是现场有一位老母非常非常的伤心，伊就是玛利亚。圣经当中有对这句话有另外一个解说。上后的两句话，伊讲，互真侪人心内的意念落现，你本身的心嘛会互日剑插头过。这是什么意思？兄弟姊妹，你若详细来看，这句话有可能是对着玛利亚来讲，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是对着什么人来讲？是对着以色列当中的真侪跋倒的人来讲。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阵，以色列当中遐个无接受福音的人，伊心内的代志啊，他们心里面的事情会像被用刀切开来看，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样？你曾经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一点点都没有办法隐藏。上帝甲因讲，有一天我会来审判，而且你所有的代志，我比你更加了解。今仔日的这个圣经的分享差不多要结束啊。兄弟姊妹，我要请大家来思想上后一项代志，就是讲，你刚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你是真以色列人吗？你是真的被上帝拣选得救的那群人吗？还是你看起来像以色列人，但是你心里是抵挡福音的人？罗马书第9章第6节伊讲，安尼不是讲上帝的应允无实现，因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囝儿。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对以撒所生的，才通做你的子孙。安尼是讲，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啊！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会当得到救？甲你老爸是啥物人一点仔关系拢无。你会当得到救，毋是因为你的祖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你的祖先更较敬虔，嘛袂当帮助你，确定你是一个上帝的子民。你的祖先就算是再敬虔的基督徒，都不能保证你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因为对上帝应允生的，才是上帝的子孙。只有你是对上帝来说，你是一个被应允的、被拣选的，而且通过你的自由意志宣告你是神的儿子，通过你的自由意志宣告你是耶稣基督的孩子，你也宣告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得到拯救。兄弟姊妹，你敢是真正的以色列人？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大家来祈祷。我要邀请你伫咧心内来对上帝宣告一项上重要、上要紧的代志，就是你会使宣告讲：上帝啊，你的独生囝耶稣就是我的救主，你的独生囝耶稣就是我的弥赛亚。我一世人去到倒位去，无论伫什么所在、什么时阵。我就爱为主来做见证。咱三家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搁一届，互咱有机会伫你面头前讲，我是耶稣的囝儿。搁一届，我有机会伫你面头前宣告讲，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只有安尼，我会当得到拯救。自今仔日开始，我袂阁讲，因为我的爸爸、我的阿公是敬虔的基督徒，所以我已经得到救。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以我的祖先是一个敬虔的信徒来说嘴，而且还相信我这样子会得救。自今仔日开始，
我要家己甲你宣告，耶稣，你是我的救主，你就是我的救主。我一世人拢袂去拜遐的偶像，我一世人为着你要来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诗第322首，我前哪样失迷？会众请今日连全首。会众请坐。这粒咱的奉献，咱请陈怡亨执事甲黄腾印执事来书献。咱头一摆到教会无明白奉献的意义，会使免奉献不要紧。
众请起立来念奉献的诗。咱来报告内先，咱来读今仔的金句。第14的头前，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所以恁着结迄号合地反悔的果子，无伫家己拍算，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这个石头出子孙予阿伯拉罕。路加福音书3章80，请。由阿伯拉罕做，因为我甲你讲，上帝会对这个石头做子孙，大家好，伊3章80。咱献归周报第1页甲第2页，咱9月份第周的中席是陈建州长老甲郑亚忠柯明伟执事。咱10月2号到10月3号，咱的服侍人员咱家己来看来注意。咱就间自会、甲主流的自会、甲教育部的课程，甲咱教会小组的自会，咱家己来看来参悟。咱顶礼拜主日奉献的名册，咱请家己来看。若有毋对，咱来向办公室中级来提出更正。节目第3页是教会咱小组的代祷事项，咱为咱的兄姐，有需要兄姐来代祷。第4页消息报告，本主日第下晡3点要举行吴仁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因为受疫情期间的影响，咱室内人数都有限制，所以咱请现任中席的出席，那会友就较歹势吼，会友就伫网络线上来参加的活动吼，无需要来实地来参加请来配合。请参与典礼服侍的中席同工伫下晡7点半集合伫1楼集合来祈祷量体温佮喷酒精来做实名制的报道第二请小委员伫下晡2点半伫4楼交易室来举行特会前的会议，请出席。主日10月3号10月份的中执会10月会这月的中席长老是简成长老，执事是黄慈辉甲陈义恒执事。第二10月份的中执会，咱以线上的书面报告请各部会将9月份的报告来提交办公室来累进。第三，后礼拜在上午9点到中昼12点，要召开小会来请小委员来出席。第四，本会定伫10月3号
上午第2场的礼拜来调开临时合会，来办理咱中式的选举相关的事项。那为了要配合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人流的管制，咱室内集会以99人为限，所以临时合会特别采取分流管制的措施来办理咱投票的时间、甲投票的方式、甲开票的时间，甲咱当选的票数咱家己来看小的消息，第一咱有接到桃园市政府710年8月19防疫的计划函咱2期疫情警戒期间，咱核准咱教会室内聚会的人数上悬是99人咱爱滚动式的持有证逐项聚会的指引咱请指引咱遮有5点咱请家己来看来注意。教会消息第一，为了落实防疫，咱无接触的原则咱礼拜四咱伫奉献的定数咱请敬请兄弟直接甲迄奉献的金钱，咱投入迄个服侍人员的所摕的奉献袋莫去接触第二，教育部的消息报告这有2点第一是主力的成人班第二是信仰的进行课程咱拢开始咱请时间甲地点，咱请家己来看第三，教育部奖学金审查委员会的公告即时对即日起开始接受109年学年度第2学期的履学金的申请，甲今仔日中昼10点为止甲今仔日中昼10点为止若要申请的同学那紧甲资料伫咧办公室来申请。第四，受洗班的要开课咱采线上来上课。若要受洗的兄弟欢迎敲电话到办公室来洽询来报名。今仔日即日报名咱10月份来开始上课台岛是请咱家己来看来为着咱兄弟需要台岛的事项来祈祷来补充报告，甲台岛来请吴牧师。我伫遮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我的妈妈伊对台南客来调工要来参与下晡的即个受祭感恩礼拜所以我请伊徛起来好无？请伊徛起来。愿上帝甲在座包括我的妈妈即个年长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地，愿上帝也帮咱夫妻。甲咱所有人做伙伫地，这个头一项是要大家会习的，因为伫下晡无法度接纳所有人来到遮来做伙参与这个特会。我嘛一再伫这个讲台顶，我有讲过，我认为一个人的就任受职，可能只是一个人的代志，不过牧师的就任。恐惊是整个教会代志，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就是要来参与下晡这个现场的特会，我也要邀请咱为着我，以及为着堂教会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互特会会当顺利上时，求上帝也帮咱，互咱的教会真正伫上帝圣神、上帝话内底得到合一。甲健康、甲健全，
这是头一项，我要邀请咱大家嘛，大家会室的所在。第二个会室呢是后礼拜，是咱要召开临时和会选举中集。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因为是伫二级的防疫，咱到即摆目前阁是二级的防疫计划内底，所以即规栋的100人以下，所以今年采取即款的方式来举行选举，会造成大家无真方便的所在。总是我要邀请咱大家用祈祷甲行动来进行即边的中级选举，所以有3个时段，我要邀请咱大家伫即3个时段内底来做礼拜上时也投票，甚至你来投票，透过投票用祈祷的心。望咱透过选票来选出咱的心目中的中集，透过因来带咱的教会，因带上帝的教会，真正会让继续往头前来迈进。因为安尼，我要邀请咱大家伫即3个时间内底来进行，然后请相信阮这个中集。负责的中集会真好的保全票箱，上时伫上尾，阮会伫后礼拜的礼拜中，就是10点即场的礼拜中来开票。我嘛要邀请咱大家伫无共场投票的过程内底，上尾请咱做伙来看即个投票甲开票的过程。不管是啥物人当选，其实。要紧的，毋是当选，是透过祈祷来支持咱的教会。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用祈祷的心来成全即边的选举。嘛原谅阮无法度想出更较好的方式来进行即款的选举。所以这是第2个会室的。上尾我要邀请咱大家持续为着台湾来祈祷。台湾疫情哪来哪好势，因为有哪来哪侪疫苗入来到咱台湾社会。咱求上帝特别怜悯，也求上帝特别祝福，甲咱做伙伫地。上迎圣诗第389首，我若上帝至权至尊。会众请起立，上迎线请吴牧师来接导。上帝至权至尊，做我的主，万福万本，天天圣山，你的万灵，愿我乐背行诚心。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为着这些电压密度。
平安的请咱互相用不握手，用拱手来互相请安。